各位觀眾朋友對廣告之後，繼續鎖定持教國際。呢個禮拜新聞幕後，同大家有咧關心係兩韓關係，日本人冇想到佢嘅以正向嘅發展。呢啲傳媒問題，我哋嘅繞場都係台灣智庫國際部委主席董思齊，董主席，主持人好。主持人好，還有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謝謝主任來到我們節目的現場。那我們這一次看到北韓跟這個南韓在前2天這個電話熱線，那討論的是不是2月北韓可能去參加這個冬奧？是。那讓我們一連串的問題後，我們覺得說，這個國際情勢的發展，尤其兩韓關係，還偶爾會讓人家有一點點的意外。那這一通電話，老師你怎麼看待？它算不算是朝鮮半島緊張局勢一個趨緩的重大突破？那我們可以看到，這兩韓之間本來的這個熱線呢，基本上從這個金大中政府、盧武鉉政府的時候，其實就已經有開設了。那雖然後來經過保守派政府執政的時候，它彼此之間就變成事務性的通話，比較少政治性的通話。但是在這個朴槿惠政府的這個後半期，因為這個北韓的試射飛彈，還有這個核武的事件，然後導致這個朴槿惠要決定要把它停止這個開城工業園區之後，兩韓的這個熱線電話就斷絕了。那我們可以看到說，在今年2018年剛開始的時候，北韓釋出這個善意哦，我們可以看得出來，就是說北韓有意啊，把這樣的緊張的局勢呢，稍微把它降低一下。那這樣的緊張局勢的降低之下呢，那勢必就是他希望能夠推進下一步的這個步驟。那從目前的狀況來看的話，我們會覺得說，北韓在過去2017年這個經過了這個1次的核子試爆，15次的導彈試射，然後15次導彈試射裡面射了20枚，其中有2枚經過日本的上空。經過這一連串的準備之後，北韓認為他現在已經準備好了，可以談了。所以看起來說，這一次的這一個熱線的通話是北韓主動的出擊，並且這樣的出擊之後呢，是希望能夠營造一個在這個韓半島和平的氛圍之下，能夠讓他有一個更好的談判籌碼。那表面上雖然北韓講是為了要討論平昌的這個冬季奧運，那有沒有其他的可能會讓他們選在這個時間點打這通電話？好的，那我們可以看到說，哈，北韓在2017年的時候的新年詞上面呢，就有提到說，2017年一整年要做就是所謂的核武的這個準備嘛。是。那2018年的時候反而就沒有再提到這樣子的議題了。那最主要的原因是說，2017年一連串的這一個成功的試射啊，以及這個導彈的這一個所謂的它的距離，還有它的這個精準度越來越精準的狀況之下，讓大家預期到，而且北韓也越來越有自信。所以2018年一開始的時候，這通電話它有幾個目的啊。首先，2018年呢是北韓的建政70週年的這一年。那另外一點是說，北韓在2017年的大概11月、12月的時候開始接受到更加嚴厲的制裁啊。那我們就現在的狀況來評估的話，北韓大概在這一波制裁裡面呢，它能夠承受大概2年左右的時間吧。那如果用這樣來看的話，2018年就會變得很關鍵的一年。那2018年的一開始那個在南韓的舉辦的這個平昌的冬奧呢，事實上這一個議題一開始是南韓先提出來的。是南韓一開始就已經在去年就一直在強烈希望能夠北韓能夠加入這個平昌奧運，希望能夠營造一個和平的氛圍。但是在去年呢，北韓對於南韓完全沒有興趣，因為當時南韓並不是北韓的一個談判的對手。但我們可以看到說，在今年北韓開始願意跟南韓來做這樣子一個溝通，那最主要原因也是因為這個周遭的壓力越來越大的狀況之下，那他必須要營造一個它有正當性。而這個正當性跟民族大義有關，跟這個整個韓民族的這個統一有關。那所以如果說當這個整個韓半島上面的8000萬的人都覺得不應該在這邊惹是生非的時候，那你其他的國家，包括這個美國，包括其他的國家在內，又憑什麼在這邊惹是生非？那我們可以看到一點，如果說這個北韓拋出的這個善意，美國沒有善意回應的話，那不就是正好符合北韓他要發動核武的這一個計劃的一個目標嗎？因為他就是認為自己有受到國家安全的威脅，那所以這是一個一石多鳥的一個手法。正好如老師講到的，就是美國的態度，他怎麼看待這件事情？我們可以看幾個在同一個時間點發生的一些狀況，包括說在北韓向南韓其實算是金正恩伸出橄欖枝的同時，川普卻在打口水戰，因為一開始他聽到這個金正恩在新年的賀詞裡面講說，核彈的按鈕就擺在我的桌上，那威脅的意思非常的明顯。可是這個川普他不甘示弱，他在自己 Twitter 上反嗆說，My button is much bigger and more powerful than yours， 就是我的這個核彈按鈕不但比你大，威力也比你更強。
那我们就很好奇，就是说这是在演哪出？该不会是某种程度的？因为我们知道文在寅相对来讲跟朴槿惠比起来，他对北韩是比较友善，是比较阳光政策的。是会不会是文在寅在扮白脸，川普在扮黑脸？其实美国跟南韩之间依旧有这样的默契在吗？那我们可以这样看哦，就是从结果上来看，如果说最后北韩的这样的一个意图，到最后是能够逼上这个谈判桌，并且让大家坐下来谈的话，那这时候我们应该要先思考的是，那所有的这个老师，你的谈判是6方还是只有？这个不一定哈，因为这还在过程之中。可是我们可以看到一点是哈，那对于美国来讲，他一直有一个坚持，他的坚持就是说要谈判可以，但是是有条件的。他的条件就是北韩要无条件的放弃他的核武。那可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是，目前的局势发展状况之下呢，北韩他不大可能去放弃他的核武了。那在这个状况之下，美国愿不愿意谈，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谈，就变成另外一个重点。但就这个阶段而言，我觉得不就正好落实了金正恩一直想要的，美国不愿意跟他谈，是因为他不放弃核武，那间接也承认，其实北韩现在已经是正式一个拥核国家。那所以现在的关键点就在于说，为什么川普总统一开始会用一个更强硬的态度去回应他哈？因为在这个时候，如果说美国一开始就好，那我就接受这样的一个状况，然后并且好，我们就赶快来谈的话，那就刚好就落入到这个北韩的这个跟他们的这个想法之中。也就是说，北韩就是认为说，你看我们终于成为一个核子大国，那你美国是不是一定要来跟我谈？所以川普总统也没有办法，就美国立场也没有办法明确的或是立即的表示说我们欢迎这样子一个结果，因为对于美国来讲，他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政策讨论，就是美国的一贯的立场就是不会跟这一个恐怖主义国家或者说这一个流氓的国家来做谈判或者妥协。那他有一些坚定不移的立场，那包括在这件事情上面，在韩半岛的状况上面，他有一个很明显的立场，就是如果说北韩不愿意放弃他的核子的这个武器的这个研发和他的这个一连串的这样子的核子的这一个计划的话，那美国是不愿意跟他谈的，这是一个美国长期以来既定的立场啊。那如果说现在要为了北韩要提出说啊，那大家一起来和谈，然后或是营造一个和平的气氛，那美国要来如何回应就饶富趣味了。那他的方式很显见的没有办法一开始就说啊，那我们很欢迎这样的提案，因为一旦这样做的话，那就是对于他过去一整年做的事情可能就是有一种否定，或者说对于美国长期的态度来讲是一种否定的一种结果。所以对于这个川普总统来讲，一开始他会用个人的这个 Twitter， 用个人的方式去来宣称说，我其实比你还有更多的武力，或是这个。那我们都知道这就是一个放话哈。那最主要原因是在于说，对于美国来讲，他没有办法承受任何美国人的人命的伤亡。可是对于北韩来讲，他有没有金正恩有没有这么在乎他的人民，或者是说他们人民受到这样子的武器的攻击的时候，或是外国势力攻击的时候，会有怎么样的反应？这两个国家是相差非常多的。我们透过一些在这一次的这个发展当中一些比较深入的报道，我们看到，比方说南韩的韩联社，他们在这个报道里面强调说，其实这一次北韩好像确实对于南韩的这个敌意不但降低，以往他们会称南朝鲜的执政者，讲这个文在寅或者之前的朴槿惠，可这一次他们在这个文章里面直接提到说，北韩称文在寅总统。那某种程度，我们能不能借此看出，这是金正恩亲自操刀对南韩的一些政策吗？那第二个就是说，有没有可能金正恩已经在铺成一系列的计划，接下来在平昌的冬奥期间，可能还会有更惊人的，比方说更大的和平进程的举动？好，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对于这个对方的元首，或者是说有敌意国家的元首，或者是说竞争的对手的称呼，那的确是有一些外交上的用意。所以我们从这边来看的话，那北韩的确是从2018年开始选择对于这个韩国，对于南韩用一个比较友善的态度，他要营造一个氛围，他的氛围就是说，我现在是一个和平的爱好者。如果说没有一些明显的立即的威胁的话，我不会轻易生事。而
事实上我们也可以看到，韩国在这个南韩呢，它在去年开始的时候就一直在主张这个所谓的平昌冬奥。这个平昌在韩文里面叫평창，那他会希望说变成一个和平的冬奥，但是这个和平的这个字在韩文里面叫평화，所以从평창变成평화，希望能够把平昌奥运变成所谓的和平奥运。但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其实在今年年初之前呢，北韩都完全没有任何的回应。那到那时候还剩下2个多月的时候，一直邀请北韩的能够来参加什么，但北韩完全没有回应。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北韩突然之间的这个转变呢，那我们也可以想见，就是他在战略的他的这个战略上面，他的目标还是希望让自己成为核子大国，但是他在战术上面开始采用另外一种策略。从去年一直2017年一整年的所谓的这个核子武力，还有这个导弹的这个试射，展现他的武力转换成另外用一种和平的方式。而和平的方式的时候，他也预想得到一点，美国可能不大愿意直接来跟他谈，但是这个时候他的邻居南韩就会变成一个很好的桥梁，因为韩国的诉求基本上跟北韩的诉求有点类似，也就是说希望能够让这个韩半岛的气氛变成缓和。那其实两韩一直都有要跟对方统一的意愿，这个是前提。那所以不管是怎么样统，那他们有没有机会来去对话，就变成一个重点。那但是北韩的一贯的态度就是，他宁愿跟进步派，也就是说比较同情这个北韩的政权的这一个现在文在寅执政的这一方跟他来谈判，但是不大愿意跟保守派来谈。而保守派之前朴槿惠总统他遗留下来一个最大的一个让南北韩之间很难去谈判或是沟通的一个东西，就是萨德系统。是。那这个萨德系统的议题，事实上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完全解套。但是我们可以从目前的状况来看，这个北韩它的很明显的就是在战术上面希望拉着南韩，然后透过南韩对美国施压，把他自己的本身发展核武的正当性提高，塑造成区域的和平的塑造者的这种形象，然后以这样的形象来开始展开跟美国之间的谈判。那所以从整个这个计划上来看的话，现在的重点就在于美国要如何来回应。可是老师，你刚才提到就说，在外交辞令上的使用，也看得出其实北韩态度的转变。我们不谈金正恩，以往比方说金大中、金日成，他们也对于南韩这种领导者的用词会随着心情、随着局势的变化变来变去吗？这种状况是过去也是有的。那当这个比较缓和的时候，他会直接称总统。那如果说这一个局势比较紧张的时候，他要把对方塑造成一个敌对者的时候，他的确是会用南朝鲜的这个执政者的方式来称呼。那我们知道这个名称呢，虽然我们在外界一直说北韩，但是对于北韩来讲，他们对于自己的自称是朝鲜。是那所以说他们对于南韩，通常在他们国内绝对不会讲南韩，他们就讲南朝鲜，或者是说南方、南部这样子。OK， 好，谢謝老師嘅分析。那上半場非常精彩的內容 ，NC 謝坤呀，下半場家下主任所講到嘅係到底美國嘅態度係樣板，並且在持續嘅觀察，還哪多嘅問題，NC 嚟咗講咗持續嘅關係。观众朋友转到讨论的现场，持续的关注以下朝鲜半岛局势的变化。刚才主任提到一个很重要，就是说，其实我们看两韩关系，不要忘了背后的代理人，尤其是我们现在看到美国。那我就比较不解的是，美国这次不满的好像不仅北韩而已。那驻联合国大使海利在两韩热线之后，他就质疑说，就算两韩真的有见了面会谈呢，也不见得会有什么价值。那他也讲说，如同老师所说的，除非北韩放弃核武。否则，美国不会承认，也不会认真看待任何的会谈。我们要从什么角度来解读美国第一时间这种好像很不看好，然后甚至有一点在不乐见这件事情的反应？那我们可以看到啊，事实上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嘛，那本来就已经美国这方面就已经曾经有风声提出来说，那是不是可以来做一个跟北韩做谈判，而且这个谈判是没有任何条件前提的。但是后来我们就发现，马上这个白宫方面就予以否认，对，就不能说没有前提。那我们就知道说，这中间最重要的这个条件就是说，北韩它是不是会放弃它的核子的武力？那如果说它不以放弃核武
为前提来谈判的话，那就会证成了这个北韩他自己本身在发展核武的这一个道路上面，他一路上面的主张似乎就变成正确的。要不然的话，你为什么要同意到最后要接受这样的结果？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是，美国的这样子的官方的第一时间的反应呢，其实是非常可以理解的，因为他的理解就是在于美国在过去甚至特别是在911之后，对于恐怖主义完全不妥协，而且也不愿意去跟恐怖主义分子来做谈判的这样的立场，一贯的立场。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对于美国来讲，北韩释出了这样的善意，希望大家来停止这个附近的这个在2、3月的时候的2个美韩之间的军演，但是对于美国来讲，这是过去一直以来的这个既定的这样的行程。那为什么要在这时候停止？特别是在北韩仍旧是一个被美国以及他的同盟国视为有实质威胁的国家之下，那北韩如果没有善意的话，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件事情？那所以北韩的美国的这样子的一个前提之下呢，他马上会做一个反应说，这样子的谈判呢，其实或是这样的和谈，事实上是不具有任何的效果。因为对于美国来讲，如果这个谈判的前提不是在北韩愿意放弃核武之下，那这样的谈判事实上是不符合美国的利益的。我们除了看海利在这个联合国的谈话之外，国务院的发言人诺尔特他也讲说，北韩这么做不是真的为了要跟这个南韩寻求和平共处，其实只是要为了破坏美韩的同盟，因为文在寅一向都很支持跟北韩交往。那美国也不乐见任何之前我们通过联合国的这个制裁的力量因此而减弱，所以该不会两韩的迈向和平这个方向其实是有损美国的利益的？那我们可以看到说，两韩迈向和平的过程之中会做哪些事情？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过去两韩之间呢，透过人道救援以及这个离散家族的碰面，还有人道救援的这个工作呢，事实上对于北韩的内部经济，还有对于北韩的这个民生经济做了一些帮助。那所以一旦这样子两韩之间的交流，并且要提议要做这些人道救援援助的时候，势必一定会影响到目前为止非常升高到非常高局势的这个国际制裁的力量。那国际上面呢，对于北韩的制裁呢，一旦有任何一个缺口，那这个缺口存在的时候，就会让北韩的政权的延续性能够更延续下去，并且它的正当性还有它的生存力也就能够延续下去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从前年开始的一整年，加上去年一整年之间，对于北韩的这一个国际的压力上面呢，你可以看到说，过去我们未曾注意到的部分，包括北韩的劳工包括这一个在海上的一些私运的这些东西，慢慢的都已经被国际上所注意到了。所以北韩受到的国际压力的确是节节升高。对。可是，在这个状况之下，南北之间的交流，或是南北之间的这个谈话，是的确会有可能造成这样子对北韩压力的缺口。那这或许是美国方面比较忧虑的状况，因为两韩之间的这个民族的统一的这样子一个情绪，以及这个两韩人民之间对于这一个韩半岛这个和平的这个需求，或是这样的诉求，事实上它有一定的正当性。那可是美国如果说对于南北的和谈，或者说南北之间的这样子的讨论呢，觉得会有影响到他的国家的利益的时候，他势必会有所反对的。那两韩的问题，我们刚才提到代理人其实不是只有美国，还牵扯出中国。那最新的这个状况是看到说，川普总统之前他自己推文说，中国怎么可以违反禁令，私下好像把油运到北韩去？那中国第一时间是透过这个发言体系说这是 fake news 假新闻，然后对此，美国的国防专家也跳出来讲说，其实中国一直不愿意见到北韩的政权瓦解。那韩国的这个朝鲜半岛的战略也不曾改变。我们要怎么去断两边这个看似完全相反对立的说法？我们要怎么样去采信，究竟谁说的才是事实？那中国方面的话，对于这样的资料一出来之后，马上就指出在中间有一些文字字句上面，其实根本就不会是中国所使用的包括中间提到共产领导什么，这个对于中国来讲说这不是他们常用的，所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做予否定但是外界的观察说，中国不愿意北韩政权瓦解，还有对于韩半岛的战略不会改变的这个事情呢，可信度是会比较高一点因为中朝之间的关系中国跟北韩之间的关系其实比我们想象的更加的深厚。那特别我们不能忽略的一点在中国在独立建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时候它一开始能够受到国际上重视最重要的一场战役，就是在朝鲜半岛上面打的这一个所谓的韩战朝鲜战争在这个战争之后世界各国才能
不忽视到这个新兴的国家哈，因为在这个战争里面呢，到最后美国也没有赢了中国，美国也没有赢韩国南韩也没有赢了北韩，所以在这个战役里面呢，中国的这个地位呢，从此就被确立了在东亚的地位。那对于中国来说的话，朝中之间的关系呢，有一个这样历史上的渊源，而且透过这个朝鲜战争呢，就发挥了民族自信心的一个战役。那除此之外呢，在这个韩半岛的周边呢，在东北的地区，我们可以知道是中国的这一个这个钢啊、铁啊，还有这些能源生产的地区嘛。那我们也知道，过去几年呢，中国为什么要推这个“一带一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产能过剩。那产能过剩比较多的地方，像东北的这些工业区也是一样，所以这边的经济体也是相对的比较脆弱一点。如果说这个朝鲜这个韩半岛发生战争的话，势必会影响到这一部分的经济。那这边的经济的产生的变化，然后已经造成了所谓的难民潮出来的时候，事实上对于中国的经济还有中国的政治的安定都会有一定程度的影响。所以我们可以说，对于中国来说，虽然它也是希望韩半岛无核化，但是北韩发展核武这件事情，基本上对于中国本身的国家利益是不会影响的，而且更重要一点是，它可以作为一个缓冲区域，把隔绝掉这个美国为首的这样的国际的势力的进入中国。那所以对于中国来讲，朝鲜半岛的北韩的政权的存在是有其目的和意义的，所以他不会愿意见到北韩的瓦解。老师，历史这一段，我相信我们都能了解。那我们会以为说，比方说之前金日成、金大中确实关系都很好，他还愿意这个舟车劳顿，不敢搭飞机，然后坐车来到中国。可是我们以为，尤其在金正恩跟这个习近平这两个新政权接手之后，其实朝中的关系，我们以为是走下坡的。是。所以从现在的这个发展来看，不是喽。我们可以这样说哈，朝中之间的关系的这个下坡，我们从外面来看，我们刚刚有提到外交哈，外交上面很明显的这两个元首，这两个国家的领导人还没有碰面。对。然后另外一个是说，习近平派的这个特使到这一个朝鲜去，朝鲜也不接见他。是。那可是这中间我们可以看到一点，就是说中国它还是用一个比较大国的姿态来对待这个北韩，但北韩它现在因为有了核子的武器。而且另外一点是，他也知道中国不会轻易的放弃北韩这个国家，那所以北韩也做了一些预防的措施。举例来说，北韩在他境内有能力成为这个金正恩接班人的这些人，那金正恩都在过去几年中把他清除掉了。是。那这些人过去都被认为有可能成为中国的代理人。那所以金正恩也知道一点，就北韩的政权对于中国来讲是重要的，但是他一直想要凸显的就是说，他自己也是有能力成为一个大国。那不只是跟美国，不需要中国的大国。他可能会知道一点，不是说不需要中国，而是中国不会背离他的大国。OK， 对，那所以在这一点之下，我们可以看到说，中国出于自己的国家利益，他也不愿意在这个韩半岛发生实质的战争。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朝鲜的这个核危机越来越升高之下，中国一贯的主张都是用外交的方式来解决，并且认为是要谈判。但是问题是，中国所主张的方式跟美国所主张的方式中间最大的一个差异点，中国它可以双暂停，就是双方都可以停止，一方面停止军演武力的事情，另外一面停止这一个核子导弹，这是中国的主张。但是美国不愿意接受这个主张的原因在于，美国不愿意有任何前提条件之下的谈判，它需要的是北韩无条件的放弃核武才愿意谈判。但今天早上我们收到最新的外电消息，是指美国也某种程度的释出善意，在平昌冬奥期间，美韩的军演可以暂停。那美韩的军演暂停这件事情啊，那就非常的关键了，因为军事演习基本上它就是长期以来的这个活动嘛。是。那年度的这个军演呢，暂停不代表它不能在一起。那另外一个是说，我现在这个时间点说我那个时间点不要做，可是到了那个时间点他要做还是可以做，所以这个是有主动的能力。那美国愿意去做这个说我现在可以稍微暂停的重点是在于什么呢？它重点就是在铺陈，那接下来你要怎么谈？那你要谈些什么东西？如果说那2个月的期间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那只是让北韩在国际舞台上面展现出他好像非常的光明、非常的正面，然后愿意跟南韩谈判的话，这一定是美国所不乐意见到的。因为这个舞台上面好像就让北韩有一所加分了嘛，所以美国呢愿意
暂停的原因主要还是在于说，这一个国际的这个会议，国际的这个活动上面呢，有它的正当性，还有这来自于南北韩的这个所谓的和平的诉求。关于和平这一点呢，美国是不愿意让人家认为是他是破坏和平的人。相较于美国的积极涉入跟踊跃发言，中国在这一次如果两韩会谈当中，他可能会扮演什么角色，或者他能扮演什么角色？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说，事实上现在局势的这个发言呢，美中之间它一定有一些互相沟通跟协调的管道啊。去年这个川普的访中，然后还有习近平跟这一个川普的热线电话，我们都可以知道。外界的消息都提出来说，他们针对于韩半岛事务有讨论非常多的这样的议题。那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川普总统还有美国也是希望习近平主席能够发挥他对于中国的影响力。而中国有没有影响力，我们外界也认为他的确有影响力。所以在这个过程之中呢，或许我们可以把这一个可以看到的一个结果就是说，或许到最后他会设定出几方的会谈，那中国在中间也绝对不会缺席。中美两韩至少4方，那日本不来，他一定也跳脚。他说：“你整天在我头上飞来飞去，炸弹俄罗斯要不要来也是。”所以又回到6方了。对，哇，时间不够用，谢谢老师，谢谢，太精彩了。